菜脯蛋炒飯、冷米飯2到3碗，菜脯雞蛋葱花適量，食用油鹽，浸透白胡椒粉適量。將菜脯放喺清水中沖洗一下，去除部分鹽分，然後切成小丁種備用。如果菜脯本身不是很鹹，也可以省略沖洗步驟，將雞蛋打入碗中，加入少許鹽，用筷子或者蛋器充分攪拌均勻，鍋中倒入適量食用油，油熱後倒入蛋液，用鏟子快速攪拌，將雞蛋炒成小塊狀，盛出備用。鍋中再倒入少許食用油，放入開口燈，用中小火慢慢煸炒，炒至菜脯丁變得光香，微微金黃，散發出濃郁嘅香味。把冷米飯倒入鍋中，用鏟子將米飯壓散，使其與菜脯充分混合。接着轉大火，不斷翻炒米飯，讓米飯受熱均勻，加入1到2大匙生抽、1小匙鹽，同埋適量白胡椒粉，繼續翻炒均勻。小碗的米飯都能裹上調味料、雞肉、雞蛋同埋葱花，把之前炒好嘅雞蛋倒入鍋中，與米飯一起翻炒，最後結上葱花，再次翻炒幾下，讓葱花嘅香味融入到炒飯中。大家記得點讚關注我哋。